市民时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时声节目。距离2020年第10届立法委员选举呢，只剩3个月。那么咱市民时声节目呢，将会针对着咱台南市的6个选区哦，一邀请候选人到咱节目当中。那么今仔日哦，咱邀请到这位呢，虽然身材娇小，但是他可是重量级的大人物哦，因为伊呢曾经连任8届立法委员，而且还做过这个立法院的副院长，而且他还被国民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甚至他也当过国民党的党主席。现在呢，我们就来欢迎政坛小辣椒洪秀柱朱姐，欢迎您。感谢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秀条。欢迎洪秀条朱姐哦，朱姐很高兴你到节目当中。然后我们知道说，你是台北市人嘛，对不对？然后大家拢会想讲，哇，这届真正看到这个洪秀条来到咱台南市要参选了呢。你参选第6选区，所以这一路走来，为什么会是台北市人？然后你其实很多时间你拢是伫台北嘛，哈。为什么这届会下定决心要来到咱台南市参选，甲咱来乡亲报告一下？讲实在话哦。这唔知要安怎讲啊，说来话长了哈。嘿，阮都想要听。就是吼，这届选举本来去年啦吼，9合1大选吼，国民党我赢甲敢若足欢喜咧。迄阵我都提醒讲，卖欢喜甲伤早啦。是。当然，迄民进党的执政吼，咱看咱起码是歹歹吼，那安尼啦吼。所以大家感觉挡袂牢，讨厌民进党。无代表讲你。喜欢这国民党呢？系啊，哟，迄阵都爱讲，你爱注意哦，莫欢喜伤早哦。果然啊，你看这届吼，这届选举来欢喜个，所以出来选总统的人嘛遐多吼。所以在初选的过程当中吼，当然小可无欢喜啦。你讲竞争哦，人讲君子之争不口出恶言啦吼，莫讲歹听话吼。大家遵照制度来嘛。是。唔知安怎的过程。这个内底吼，都小可安尼，敢若无爽快啦吼。对啊。所以各有支持者啊。你支持张三，伊支持李四。迄阵我就讲吼，不管你支持啥人，但是大家目标是共款的，就一个，咱想要讲赢民进党。安尼就不管讲初选出来是啥人吼，咱就爱放弃家己的成见，全力来支持迄最后出来。对啊，出选安尼才会使吼。对。而且迄阵就安尼讲啊。但是。这届总统当然出现了咱的韩国瑜嘛吼，另外立委你看迄立委的选区吼，真侪所在拢足早都提名啦，剩咧几个吼，安尼迟不见人下来吼，都看无人，都讲哪会安尼？看这艰困选区啦，对啊，艰困选区就知影个政治人物，我要选举选下拢会拍算看卖，我较会赢，有赢面我才去啦。对啊，如果说这个赢面不大，我去干什么？对啊，去牺牲去送死哦，干嘛？当然虽然说不一定，但是会安尼拍算。做歹拍。嘿，我迄歹拍嘛，我安尼嘛袂使啊。看来看去，当然让医界同事陈杰来甲塞人一个讲恁这几个医界做过国民党啥的人，恁这几个吼无落来选吼，敢对？我讲想看卖拄好我一个助理，伊的户口在咱在台南嘛，在台南嘛，对，我讲好啊，无大兴吼，这个有备无患啦，但是抢户口，才搁讲啦，无一定我爱选咯，户口但伊签落啦，吼，签落去讲安尼，无一定吼，若是讲有机会，提振士气，讲朱姐条件拢来啊，吼，所以我们这个士气会不会提振一下更好？哈，所以我就去啦，去了结果变做当无人啊，有影吼，当无人，当无人随讲好啦，无回朱姐去啦，嘿，所以安尼。都我来啊，吼，我来，算看这有影是别人讲迄绿油油的所在啦，绿油油就是讲，你国民党无效啦，选袂掉的啦，但是安尼甲你唱衰嘛，吼，我是感觉讲，你安怎讲，你安怎讲国民党伫遮无迄赢面吼，但是这咱的支持者，
赶快有支持者，你不管讲你绿的有多少，蓝的有多少，蓝的很少，但是还是有支持者啊。啊，你敢袂使安尼讲哦，甲放下去，迄区哦真歹选，所以咱就不爱去选。所以我就讲吼，开疆辟土哦，不论胜负哦，开疆辟土。如果说一概是3城的国民党的支持者，啊，这届变到4城、5城、6城，哦，愈来愈多开疆辟土嘛，对不对？啊，大家嘛讲，拜托台南20几党啊呢，拢是民进党呢。哎呦，我唔讲是足夭寿了，拢是民进党的吼。对。你看，为迄咱莫讲总统啦吼，市长啦，啊，立委无一个国民党的，全部拢民进党。啊，个市议会嘛是拢是绿色的比较多，比较多嘛。啊，你敢好？不平衡啊。那你的节目不叫做监督市政吗？对不对？爱有人监督民主的政治，就爱有人监督嘛，啊制衡嘛，啊无逐工拢安尼，啊对咱台南的发展敢好？这第二，台南是真可爱的所在，人讲古城啦，是文化底蕴很高的，讲伊就有文化嘞，哈，应该素质很高的、很深的一个地方，很可爱的一个地方。而且是最早发迹的地方，对咱台湾来讲吼，所以足多好的所在，不只是讲好食物件啦，好看的所在，不止安尼哦，文化，我讲迄中华文化的很多很深在这边呢。啊，足可爱，连咱国民党那遐含慢啦，国民党遐含慢啦，又不争气吼，无道理。所以讲这届当然是真困难啦。对啊。哦，你看看我们的对手，或顶届选干呢，吼，惊死人的吼，7成多呢，吼。哦，还唔知要安怎吼。啊，但是只要有这个用心，肯到地方来拍拼，我们开疆辟土，也带动士气啊。对。好，咱拿的支持者讲，哎呦，你看拢。安尼真困难的所在嘛，有人敢来哦，敢来选哦。虽然讲我台北人讲啊，迄阿条子吼，在台北拢讲国语的啦，来台南吼人听无伊咧讲啥？拜托，我即马讲话，恁大家听有无？有，听有嘛？全部讲台语哦，讲台语。啊，我细汉都住伫台中，我住伫后里啊。哦，自细汉会讲大汉的啊。对，是无？是。你来讲我袂晓讲的，啊有影啦。我去台北以后吼。啊，就真久的时阵拢讲国语啊，啊，小可感觉袂认转啦。对。啊，但是呢，迄真紧啊，就转来啊嘛。系啊。对不？你来常常讲，不是讲就知影。更何况讲台南，不是拢听无国语的？你那么看不起我们台南人吗？我们都不会说国语吗？笑死了。没有啦。对。是不是啊？所以就是安尼来啦，真艰苦，有影真艰苦。唉，因为这个。毕竟还是属于严格说起来哈，叫人生地不熟了哈。对。可是没有关系啊，你只要用心，只要有心来啊。啊，当然我也很感谢我们其他5个选区的立委也好、酸林哦，大家都倒沙缸啊，然后赶快跟我加紧补习啊，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台南还有些什么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加强的？所以无你惊啦，聊落去啊，拼看卖哦，为着咱台南哦，我们拼看卖。应该是，我相信会有好成绩的。心路历程哦。对，哇，我们今天应该是观众朋友第一届听到咱朱入杰的心路历程。为什么吼？伊会决定要来投入咱台南市第6选区的这个选区，而且这个台南市应该说本来就是都绿色。对哦，现在目前5位也都是现任，都是民进党籍的嘛，很难选。但是上一次在补选的时候，就是补那个黄伟哲市长那个缺的时候，谢龙介跟郭国文其实票数差得很近的，就是把这个票数大幅度的拉高，对不对？对，所以嘛，咪讲国民党无票啊。所以是不能说这样啊，然后跟国民党的支持者讲啊，你敢咱放下去吼，无人管了，那哪会使咧？我们还要去。告诉我们支持者是放心，只要我们大家努力哈，让台南的这个选民市民感受到，不一样的选择，有一个不一样的选择嘛，是不是？你没有比较，你怎么知道？这次给国民党个机会，来看看，必搞跨麦，我们是一定要有竞争才会有进步啊，是不是要有竞争啊？所以讲，大家把酒杯好敬，看打者人较好，人就选伊。
那真简单，民主政治都是安尼啊。对对对啊，其实我觉得台南市的选举应该像朱露姐讲的，我之前大概看讲，哇，这个选区无告拍算的困难险区，然后大家都不爱来算，但所以呢，有一些派出来的，可能真的大家都觉得说，哦，你又没什么知名度，然后也没什么学经历，你的时候让人家觉得是牺牲大。但是这届无讲，大家看到洪秀条、朱露姐这种的经历来到咱台南市，哇，这真正有拼的。是啊，我们来啊，除了来以外哈，提振士气、变看麦，我们也要培养年轻一代啊，对不？少年人哈，爱有较老的好啦，较老的人哈，看型的，然后小看一个倒看起来，把人知影讲，这还有少年的哦，这个你看其他5个区。都是青壮辈哦，都是算是这个正当其时哦，正好要做事的那个年龄哦，很好啊，对不？啊，所以我们要培养在地的少年呢，较有企图心啊，很有理想性的哈，这个也是来带动嘛，对，带动，那我们大心变哦，伊拢干，咱奈唔干。这个示范作用可能是更重要了。对对对，所以朱露姐这赶得来哈，来包括来讲，另外有5位参选人哈，就是上次在议会也召开记者会，对，正式的征召，然后正式的提名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影片。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条确定代表拿赢，参选台南市第6选区的立委。上午议会国民党团嘛欢迎朱露姐就战斗的位置。洪秀条表示。会选择台南来参选，就是唔惊挑战，有信心会用个带动选情，唤起台南人对国民党的信心。当初下定心意要到台南来，我们当然非常知道台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啊。那么我常常在讲，我们不怕接受挑战，也不怕艰困啊。只要我们有心，我们相信我们总是会走出一条很好的一条道路来。更何况大家看看我们周边这些所有的提名的同志，他们都是这个战斗意识昂扬哈，而且都是信心坚定啊。所以这未来在选举路上，我想我们都会联合起来，想出一些更好的方式，来唤起台南人对我们的这个信心。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做得很好的。在议会国民党团的小厅，台南市6位国民党立委参选人首次合体。虽然朱露姐是最后一位提名，不过相信有伊的加入，其他5位嘛提振不少的信心。朱露姐是老人言了哈，那我们相信，在国民党从这个同志协助之下，朱露姐本人的吸引力之下、魅力之下，绝对有机会。国民党这次选举绝对会赢得胜选哈。朱姐带来的这股温暖，让我们候选人真的都可以鼓起勇气，再往前一直冲。让说朱姐带领了我们5位候选人，可以打赢这场选战，这是最重要的。大家都知道，台南市真的是一个很艰困的选区。朱姐到台南，只会让我们更好更强，但是我们会并肩作战。希望我们明年的大选，可以我们一起6位一起进立法院，为我们的人民发声，让人民过得更好。我想吼，伊这个精神啊，带动的，唔是干那规个拿军的士气，佫是咱所有人参与政治的一个上好的榜样。所以，伫遮我非常感谢咱主席的热爱台南，甲阮大家共同努力。至于外界担心总统大选是不是会重回过去换条风波，换掉韩国瑜，不过黄秀条表示这是无可能的，而且中央从来嘛无这种的想法，只要是党提名，就是唯一支持。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哇，所以现在吼，这个国民党6位战将呢，都已经就定位了，而且呢，咱拄则听到吼，其他5位吼，这个参选人，因拢感觉讲朱姐，你来加入到我们台南参选，给他们很大的鼓舞，对不对？因是互我民主啦吼，咱看卖头上伫我边啊吼，咱几个拢是
拢是深耕基层的，拢市议员啊，里长头、里长哟，啊，都是深耕基层的，真拍拼，因选市议员那选中嘛，无简单的代志，啊，毋是讲做一届尔，一届、两届、三届，对不？啊，伊即嘛吼深耕基层，实在嘛得到大家肯定啦，才出来拼立委嘛，吼，啊，大家看伊一届的表现，就知影讲伊做立委的做个安怎，他精神在嘛，所以因讲甲真客气，讲啊，朱姐来吼，带动我们5个，错了，我就跟你恭喜，你们5位拉着我一起往前拉哈。那么你们因为他们比我们更在基来讲哈，更基层，而且更资深嘛，在基层嘛，所以讲伯，行，你搞啊搞哈，我们一起来，那我可以带给你们的一些什么？那你们可以教我一些什么？大概那互相截长补短啦，我们一起来拼啊，为着不只是为着咱国民党拼，是为着咱的市民爱拼未来啦，拼咱有更好的生活，拼讲台南会更较好，这是咱的这个初心啦。我们是准备是这样做了，这才是正确的嘛啊。所以我看到他们这样，其实我挺感动啦，很温暖啦，很感动啦。对，也无嫌讲朱姐遐老过来，没有这样讲。你还是很漂亮啊！没有啊，谢谢啦，感谢啦。对啊，所以你拄讲有共点吼，其实他们5位都是从基层啊、里长、议员安尼算起来，吼，和你的部分较无共，所以你的部分伫咧基层这方面，你会觉得说，这是你比较弱的地方，需要去加强吗？对，当然是这样啦。我在立法院的经验是很丰富的，老师可以把这个经验告诉他们了。将来如果进到立法院哈，我们应该怎么做？啊，这个是 OK 的啦。但是呢，你讲基层，说实在，我都爱颠倒过来干欧啊。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我们还要加强努力啊。但是大家要知道，你们选的是立法委员哦。啊，那如果说我只要把地方的需求啊、地方的这个环境，那么地方的所有一些状况很清楚，我们将来若是讲去立法院拼时阵吼，我想我们的经验，我们在立法院的议事的运作，我们会做的会比较纯熟一点。对台南来讲，较好，而且我们也不是逐工吼，把人做或者挂丢啊尾啦，吼，崩龟龟啦，哦，那喷口水啦，啊，不是做实事，卖安尼。我们做一些比较实际的事情，对台南更好。台南以前是很光荣的呢，在历史上来讲很骄傲的呢。对呀。哟，那现在好像怎么，那好像光荣不在哈，不对的，我们要找回来，让台南人更有感，做点台南市民是很骄傲的一件事情。该安尼。对，所以你还就反正即马就是一定要来参选咱第6选区啊嘛，所以你即马伫咧第6选区的经营方面，你敢有什么策略？我不敢讲什么策略啦哈，但是呢，大家我的选区是一概台南市跟台南关县嘛哈，台南县哈。那么它的那个形态也有一个是市区，比较市区，啊，一个可能是比较这个工业区啦或农业啦哈各方面。但是我们不管它是哪一方面，我觉得我们最需要了解是民生的需求，老百姓的心声，您到底要什么？比如说我讲仁德好了，我讲海淹水淹到起码就掰个被细，一个淹水是我们损失多少财产呢？对啊，对每个家庭的影响有多大呢？但中央政府也不是说没有钱给点呢，钱开了很多，什么阿扁时阵8年800亿啊，马时阵什么6年这个600亿啦，然后823又这么多的钱呐，200-300亿的钱坑在台南呢，不是讲台南安怎，台北市无呢？都可能钱都可能台南啊！应该不好意思，我要说一下那个赖清德我们老同事哈。你说你3年就跟30年的水患都给变无啊？都修理好了啊？奇怪呢，一场雨下来大家就讲说这个雨下太大啦，这个那个啦。其实我是觉得那么多的钱到了地方，咱都爱追究说，钱到底是用个丢还是唔丢？用的地方对不对？对。然后呢？你有没有真正请治水的专家来帮忙？然后去看病嘛，把脉，中医是把脉，对不对？那个问诊看看你的病症到底在哪里，我要怎么下手能够解决问题？对，那是讲你开钱开有问题，开到不该开的地方去，就花错地方了，花错地方，甚至讲较歹听，你去绑桩啦，你对较好啦，我要给你斗3工啦，安怎？
用丢的所在，为了你自己可能将来一些利益，这是我们在这边叫合理的怀疑。比如说你这样用错地方，你怎么丢嘛？或是你方法用错，钱是给料，起码唔丢嘛，是。所以我们还是要请这个专家来问诊治病，找出一个对的方案。无你看无菜给你追钱呀，对不对？你不要讲说什么重北轻南错了，然后现在是这个水患绝对是重南轻北。所以说我随便讲嘛，仁德就一个水患，对不对？那这个大家看了这什么到底是哪一个地方出了问题啊？我们就要去研究嘛。那个还有的那个工厂的地方，一例一修啊，到底修去多啦，修到我们工厂关门啦，店关门啦，那个这个我们员工只好去散步啦，对不对？那这个也是有问题嘛。到底是问题出在哪？那我们到底中央政府的一个修法是不是有问题？对。我们要怎么改过来？老百姓想要加班嘛，赚无钱，加班不爱让你加班呢。这个问题。我想要讲，我用我的时间来拼看卖有钱赚，会使赚较多无？对啊。我们家里需要这个钱嘛？不行。当然，劳工的权益我们要保障，也形态爱狗，但是可能这个方法有点用错了吧？这哪爱想看卖？那空气就歹呢。这个台南，你看看全国各地大家都没注意呢。就台南的空气是污染最大的呢，很严重的呢。你不能说是这个严重，我们就不管了。你每天用爱可以解决空气问题吗？不是这样嘛，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问题，等于有时候也做起来也是很累了。对啊，较拼嘞。中央政府要解决啊，对啊，中央政府我们是立法呀，要追究啊，是不是？那这个问题都要选一个好的立法委员去呀。不是在地方凊彩，我刚才讲的废喙烂、分规规啦，随便人家做好了，一挂丢啊背，迄唔对的啦。是不是一定要好好的想出这个问题在哪里？对，就要这样子。所以我讲，我随便讲啦，这个阳光、空气、水呀，对，这通通都是我们就生活当中都会遇到的，是不是？然后民生问题怎么样？韩国也说选举说，人民发大财，国家要安全，什么货出去，人进来，什么。台南我们也希望啊，对啊，也希望有更多的观光客。台南美食、台南景点、台南的历史性、台南的人文，好的所在呢，是不是？我们怎么吸引不到观光客呢？怎么会跑到台南转弯呢？对，这个也是很奇怪啦。都是来一下，然后就到别的地方去，就到别的地方去啊，是不是？这个我们都要检讨啊，要发财要有想办法。而不是空口说的呢。要怎么让人家欢迎人家进来？人家要来是客，来就感觉到台南的热情。咱们台湾人本来都是好客、热情、很热诚，对不对？你怎么表现到人来，不是人来给拍来拍出去，不是安尼啦，而是讲来哦，个赚人的钱，我们在羞辱人家。讲什么迄都是歹听，迄说伊啊，山啊，有这个有点鄙视的意思，那就有这种鄙视，对，看别人无，这完全违背了我们好客、尊重别人的传统的这种观念，是不是？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好客的，然后就有那么好的这个观光的一个地方，我们要推嘛。所以我不是开玩笑，我心想，如果我万一有幸选上，我们要做台南的观光大使啊，代言者，美食代言者啊，对不对？景点的一个推销者啊，行销者啊，还真是把人给引进来，迄才对咩？对，我你讲对不？对，大家听看无讲较对，调子讲较对也是唔对。对呀，所以其实我们要去思考的另一个层面的，讲立法委员其实一在意的，除了基层的经营以外，很多很重要，就是说很多事情是需要透过中央的立法才能做到的。对，所以这个立法委员要选的层级真的是要高，要像朱朱姐这样。所以我们就比较知道会每家得倒嘛，应该按照表在这被改呢，是，然后怎么样监督，是不是怎么样才能够监督到位？这个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对，你之前的问政，相信全国人民其实大家都是熊东的昆点啦，这是不可以否认的这是很肯定你的问政小辣椒我甲大家报告，你莫看迄朱朱姐给我请娘娘啦，不是的，
问政不是辣呛啊，不是这样子，要会做事啦，要会做，而且对也很理性的问政。你对大家看电视都嘛安尼，啊，恁电视都嘛安尼，看到别人安尼起摸一摆，安尼啪的这个打一下桌子，哦，就是一直播一直播。对其实很理性问政的时候，他镜头没有播呢，啊，就喜欢那种画面啊，就喜欢那种画面嘛。对啊，所以一不小心那个就拍款画面就被你们拍去啦，对不对？那其实猪猪姐很温柔，猪猪姐是很温柔的，而且我们非常理性的哈。所以我们这20几年，你看在教育，我在教育委员会。对啊。下一代的幸福在哪里？恁大家囡仔下摆希望得到，未来得到，前途在哪里？这都是我们要努力的啊。所以我们在立法院为这个教育问题，我们也花了不少心思啊，对不对？这个就是当金马公大人有时候我牺牲这一代，可是我要让下一代有希望。让希望得咧囡仔嘛。另外，朱姐虽然无囝无生囝，但是呢，别人的小孩就跟我自己小孩，我听跟笑干哈。对啊。我看到年轻人，大家拢是你的囝，拢是阮的囡仔，拢是阮的囝，对不？所以这个要有这种心情，所以台湾才有未来嘛。对，台湾才有未来嘛，台湾才有出路嘛。否则那么死翘翘，大家死做会，安尼就干丢。对啊，讲到教育很重要这一块，让咱朱姐之前也是当老师啊、训导主任等等，对不对？你就是投身教育界很久啊。就是啊，所以我说哈，因为我等下你讲哦，年轻人是我们的希望，下一代是我们的这个未来的一个最中心，我们要扶持的对象，所以很重要嘞，真的很重要。那现在很多家庭，他自己养不起孩子。所以唔敢生囝咧，国安危机咧，即马人都不爱生囝，安尼真害了。这袂使教我学，我是嫁无人爱，唔是我不爱嫁。那这是没有办法。是你嘛要选倒一个吧？太多人追。人看我嫁是拢互恁电视害去啊，嫁是我足恰咧，足歹咧。是这样吗？对啊，不是咧，那个素姐是很温柔的嘞，就是人家看到我电视都唔敢来给你遛啊，来安尼啊，唔敢带一款某恰甲要死有影，转去一定无饭通食，一定袂晓顾厝的哦。其实不是这样啦，不是，我们是充满了爱心。对，是真的，这个是我是非常重视，说教育很重要，非常重要。除了我们其他讲的民生问题之外，民生顾巴肚嘛，对啊，当然重要。但顾巴肚，我们顾囡仔比，可能他会在比重上，他顾囡仔比他顾巴肚还重要。可当然，巴肚顾好囡仔才会使顾嘛，顾会掉，他顾会掉啦，但是顾会掉嘛，这个都是相连的啦。对，没错。好，那朱姐，你这一次在你跟你同一个选区，就是现任的王定宇立委嘛，哈。然后另外可能现在安定力量的李敬豪跟喜乐岛的这个彭文正也有可能要参选，所以你怎么看待其他的这几位候选人？不要紧，拢不要紧，拢不要紧。我就感觉民主政治就是给老百姓选择，你就拣一个更较好的，你比较。若是讲无比较，你哪会知影好啊歹？小姐要嫁人，买看卖咧，搭一个较好，不是凊彩嫁都会使哦，要选择，对不对？娶某也是同款呢，娶一个歹某，嫁一个歹翁，你规世人都害去安尼，对，是不？所以要认真的选择，你无比较，哪会知影搭一个较好嘛？所以我们要看啊，这个好，那个不好，我们是越比越好。是不是看谁的主张、谁的政策、谁提出来的政见，进京是对咱较好的，我们选择他。还有看他一路走来，他的表现是真的是假的，是好的是坏的哦，也在看嘛，对，可以检验嘛。所以我刚才讲说几位议员啊，起完来选这个立委，就看他在做议员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做得很好，你议员都做不好，你选什么立委？对，不是嘛，对不对？那可以检验的。我朱姐也是同款呢，朱姐20几当得立法院，做到副院长，到底他的问政怎样？他是不是值得我们信任？对，这人无信用，不让人家信任的人你选伊，就害自己。对，是不是？所以这个我说有比较，不怕人家来，只怕人家不来。让有比较有选择啊！你讲我大概卖来，我一个人，对老百姓好还是不好？都没得选呐，都垄断了，对嘛？对，没得选，无比较，无法都算呐。所以我说给我们民众起名几的不一样的选择。
对，哇，所以这个朱姐哦，来到咱台南市吼，去拼着这个现任立委王定宇。那其实就是王定宇他的就是从政的经历啦，跟我们朱姐从政的经历，那酸民基嘛非常简单呐，不管是上网啊、看电视啊，很容易啊，对，都可以找到你们问政的资料。对呀，对，所以朱姐嘛，我们跟人来比嘛。哎呀，我们不怕检验，不怕比较。对啊，就是竞争谁比较好，而且这两个又很好玩的。如果说那个喜乐岛也好，谁也好来，对，那大家比较了，哪一个人这个问政比较这个犀利有效哈？对，哪一个人只是嘴里供你啊？哪一个人他只是那个要我刚讲挂丢啊背你啊哈？哪些人他只在打刚力安尼嚷把郎哈，就在逗人家或干什么话？这个是一个绝对的比较了。他跟错比，对，加上我们是女性，我们还是比较理性，对不对？这我改讲，你讲你改讲，改给人别人嘛理性啊，不要给你来看麦嘞，是不是？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推好的人选出来啊，很好啊，对，好的人选让我们民众呢有更好的选择，对不对？对，蛮讲啊，弄无啥比较大概的，是拢一面倒的，你也卖出来，也卖出来。我一个人就好，那我们老百姓你好，我无感觉好，但是没有选择啦，不要。好，所以这咱的这个选举是跟总统大选一起举办嘛那我们知道说，那现在就是贵党已经推出这韩国瑜，然后他可能就是他整体的这样子的选情，是不是会带动你们立委方面的选情？这个你要说这样说也可以，我觉得互相带动的，互相的。母鸡带小鸡，小鸡拱母鸡，是不是？假如说我们说一个总统是带的立委叫带小鸡，对啊，那有的小鸡也可以拱母鸡啊，来帮忙，就互相帮衬互相来这个配合，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啦。对。所以就是说，这方面，那你对最近就是说贵党发生的事情啊，就是那些总统候选人，然后到后来就是郭台铭，后来不选了，那你有没有什么看法？你说你觉得会不会会不会后续对这个国民党的选举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我说完全没有影响，很乐观。我还蛮公好小为呢，是吧？那当然是有一点影响，怎样把那一点影响变成没有影响，甚至是影响往正面的好的那一面的，这是我们要努力的，是不是？选举时阵大家叽叽咕咕安尼，心肝内底无爽快，你看安尼，我看你安尼，我在心里安尼不舒服难免，选举都会这样多少嘛，难免呐。除非这个人气量真的很大，难免。嘴无你讲，心肝内底另外代志对，所以这个有时候难免，这没有关系，这我用诚意来化解。你看，我们当初被换掉，是不是算总统算个一弯去，那个换住了，那个换住，我们是，结果呢？我一样到处一样是浮选呢，真的呢。那时候大家看到你的气度，大家可以检验呐。那我们就有一个信念，让我们的阵营爱赢，够零的打击放下。一个人要懂得在需要你的时候，你能够扛起来挑担子，对。但是要你放下的时候，你要能够放得下，你挑不起，放不下。你自己不松快，自己烦恼，别人也受影响、受害，是不是？所以你要真的做到位，要成功，你要挑得起担子，必须要的你也可以放得下担子，放得下，有更好的人交给你，没有关系。所以那时候换柱风波的时候，你真的是心里就已经可以放得下了吗？我心里怎么会没有遗憾呢？体摸进来往后，当然不是很舒服啦，对不对不是很舒服，我安尼拼到要死哦，拼安尼是恁家歪出来的，我这样我来拼嘞，拼，罗嘛走到几个月去啊，对不？两米过2、3个月都爱选举，你讲换去，你说我完全没有遗憾，骗人的。我们讲话要讲老实话，对，心里当然不爽快，但是转念。本来都是不是我们选择要走的路，那现在既然局势变成这样，这个局势变成这样是对或是错，以后再讲，以后再检讨，但是目前最重要是当然赢，所以好，谁出来，我们放下，我们全力来拼，到啥岗，
哇，拼啊，香港、澳门、大陆吼，都是希望回来，请回来投票，也是很到处啊，帮忙拍广告啊什么哈。我觉得人是不是应该这样做？你在这个团队里面，你就要为这个团队；你在这个政党里面，就要为这个政党未来的发展，你去努力。所以今天有一个节目来问我啊，说你怎么对国民党？国民党对你安尼，你来对国民党安尼？譬如来你讲，也许他想要挑一点什么事情啊？对对对，我就讲了一句话：选择你所爱，爱你所选择。哇！你当初你是家己在进动哎，没人给你勉强哦，是你自己愿意。那你当然对这个政党。为什么你要加入政党？这个政党的创党，中国国民党的创党是很辛苦的呢。有多少年轻一代少年郎哦，这个叫做抛头颅、洒热血、努力奋斗，然后再推翻这个专制的政体，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党很了不起呢。对，所以它是一个建国的一个开创这个中华民国的一个政党，选择我所爱，我爱他，我选择他。你既然选择他。他也有遭遇到因为人事的问题，遭遇到那种颠簸不好的状况的时候，都刚才给人赶快呢，你选这人给，他那个事业正好的时候，你很佩服他，后来他这中间事业失败了，你讲你来安呢，塞用那再见，我要来去，赶快的得力的对了，赶快得力的，这叫甘苦与共嘛，是不是？你做翁仔某嘛是有起有福啊，你不是说碰到不好的时候温着切。这个有点奇怪啦！娶到这个某，你少年时足水足水的，我看你足水，我给你娶来做某，人会老呢，对啊，老就会歹呢，对啊，老哭哭，满脸皱纹再见，离婚，这算话吗？这像话吗？对不对？奉献一辈子，所以选择你所爱，爱你所选择，在这过程当中，也许会有很多风波产生，有很多不顺利，但是你希望它更好，希望这个家庭更好。我们2个组织这个家庭，我希望家里非常好，孩子也能够很好的长大，很健康的成长，这个家庭和乐美满，是要共同努力的。对，是不是？所以政党也是一样嘛。所以我想这个，你看做妈妈的很多都要为这个家牺牲啊，放下自己的喜好，本来请他请他出去，本来是摇高逼的结果到这个家里变成就大颗变成曲线都没有了，然后容颜也消退了。可是他为这个家付出了，是不是？所以你还是要爱，还是要爱。所以同样的道理，对这进动后，对国家后，都是要跟他甘苦与共，一起共尝。哇，这就是我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对，所以这样听起来，这个朱朱姐真的很热爱国民党，因为其实这中间你也有机会可以到别的党，人家讲说忠党爱国爱不只是只有一个，怎么爱要忠，忠诚，那才能展现出爱。我爱你啦，你爱我，一支嘴啦，那不好。对啊，对吧？那怎么样表现出来？我忠于你，我怎么样替你设想，都为你想，对，为你好。所以真的访问到现在，我真的听到朱朱姐的这个真性情，觉得她是一个很真的人以台湾毛公，当然了，换出风波，我嘛是心内有北宋啊，但是我还是为了这个党好，我还是想说，应该怎么样去转念？哇，这一点真的是，其实我觉得后来那个风波之后，很多人其实更佩服你，你的粉丝更多了，真的真的。没气嫌啦，大家没气嫌啦，所以那我也让我很感动了。我觉得这是一个互相的影响力量，因为我们说助粉吧对我这样子，我更觉得我要更好的表现了，才可以，才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那份感情啊。对对对，你的助粉也叫做辣椒粉，对不对？助粉、辣椒粉都可以的。对对对，很棒了好，那朱朱姐就是说，其实你之前常常会去谈到两岸的关系，好，那你进来为什么就是比较少去接触到这一方面？我跟你讲你讲这我实在是有人在质疑，嘛是起码一摆摆呢。阮的两岸政来啥，拢是为着咱台湾好。对啊，你莫无代无志臭名人家讲。对，家己遐塞人就对啊。家己你塞人，安尼唔好啦，对。但是有当时你选举时阵呢，有的代志讲袂清楚。你讲这，你讲有的讲老百姓有当时听无啦。对啊。老百姓爱啥？我常讲顾巴肚嘛，先顾巴肚才顾福祖嘛。我就该足简单的，巴肚爱顾，
嘿，对不？啊，合作才会败，对不？嗯巴肚安怎过？两化的代志无法度解决，嗯你巴肚就真歹过，是所以就会影响到很大的。那你怎么办呢？讲两岸政治嘛，不是不讲，很简单啦，宪法该提出来。咱中华民国宪法是啥？啊，就照这来行。啊，若是有人讲袂，这宪法落伍咧，不要紧啊，改呀。看你安怎改呀，真简单嘛。啊，我讲迄袂使改，因为改了以后会出什么的代志，对咱较歹。啊，你讲袂使一定要改，改对安怎好安怎好，辩论啊，来讲啊。啊，咱这宪法你看有介意无？无介意，啊，倒位无介意。啊，重点在遮。啊，你要改哦。啊，台湾独立建国哦，破声来拍咧，台湾这个足棒咧，我们足勇咧吼，台湾第一上勇，不要紧啊，我嘛赞成啊。啊，你改哦，你敢无？我找你讲来都唔敢咧，是无？啊，为什么唔敢？讲互大家知。咱会拄着什么款的迄个状况，啊，对咱好还是歹？那是可以讲的嘛，这可以讲的嘛，天下没有不可以讲的事情啦。啊，讲清楚吼，卖小骗，真要紧，卖骗老百姓唔捌代志，就讲清楚啊。好甲歹，后遗症在哪里？我相信所有爱选举的人都是爱台湾。袂使讲啊，你是无爱台湾呐，你是爱台湾呐，想无，大家拢爱台湾。什么款的爱才是真正的爱？我刚才讲了，是不是？对，你的爱就是让你这个家庭幸福美满，小孩能够健康的成长，这叫真爱，是不是这样的？如果你所谓的爱哦，你是要掐死他哎，你要害死也让他没有未来，让他没有生存发展的空间，那不是真爱。我爱你爱得要死哦，爱得要死，而且那边这个人死也是爱人活啦。哦，爱就让他能够生存发展，这是真正的爱。爱是让下一代有希望，爱是让下一代有舞台，爱是让大家安居乐业，巴肚拢过好，生活都很好，这是真的爱。对，哇。所以啊，其实吼，咱一般的人民啊，大概听到什么两岸的政策啦，吼，然后就是有关于这一方面，大家都听得一头雾水。尤其透过媒体，他报道也就是截一段，然后民众越看越模糊了，对不对？对啊，啊，所以讲，我是讲，我想安怎上简单的方法，让大家听有，对，是不是？所以今天你那讲说，我如果要讲两岸政策，我要讲一大串，对不对？我讲上规波，对啊，讲规波，讲不听无。你讲啥我听无，哎，我还去啊。系啊，不是我们讲的都是对的，对啊，但是那可能是要某一个这个学术的啦，或层次啦，慢慢打讲哈。其实老百姓不是不可以宣传，不是不可以，但是选举的时候会有民粹，那民粹啊。哇，真简单，你讲的道理，你莫讲，我一个月给你拍死。比如说我们讲啦，本来中华要定下面那个 X 法啊，什么哈，我讲一句话，要求哦，若是讲定这吼，查某嫁无翁哦，查某找无工哦，恁囝上去学龙岗，干嘛呢？你那出来以后，那个小黄变小红啊，计程车都是逮着的人哦，拢是阿拉来开计程车，所以变小红。洗头间洗脑哦，那个美发店都是人家来给你洗头变洗脑。这个口号很简单，对不对？人听安尼惊死人哦，对不对？啊，人就歹话，人头路拢无啊咧。查某嘛嫁无翁啊，我想讲，我本来就嫁无翁，不是因为签 X 法我才嫁无翁啦。我迄阵我就讲，我阿条早就嫁无翁，不是即阵你要签这我就嫁无翁，对不？所以有的时候用口号很简单呐。老百姓有当时咱讲戆百姓哦，有的时候会敢若有影哦，正经的哦。就跟我们年轻的时候盖高速公路，那个10大建设不是盖高速公路吗？高速公路哈，哎呦，要求哦盖高速公路哦，拢是为着好掠的人，咱去这高速公路，无你看，乌托邦袂使去啦，脚踏车袂使去啊，全都有钱人去，汽车才可以走啦。你看这政府要求无，盖这高速公路，让老百姓对哦，路开了就爱大家会使行咧。那会记这个什么脚踏车袂使去，
那会讲欧多拜没使去，只有有钱人才可以买得起汽车啊，拢专为财团去开的。结果嘞，对啊，现在大家多需要高速公路，都需要高速公路啊，对啊，是不是？啊，当时回想到当初那个年代，讲这话，啊，那骗死老百姓呐，啊，老百姓不知道讲，刚刚无利用，就跟签 A 法一样啊，签两岸服贸一样啊，是不是？啊，用这有甲无的安尼骗人骗老百姓唔知，啊，结果呢，机会无啊，这个人家韩国赶上我们了，我们关税比人家高，人家别人免关税，我们关税比人家高，我们东西成本高，没有竞争力，那还安尼啦，那还安尼，当初就安尼啊，你爱安尼，所以今嘛变安尼啊。所以这个所以有的时候政治人物啊，有的时候要凭良心呐，真的要凭良心呐。所以什么是真爱，什么是假爱，我们要让老百姓啊，让民众啊知影。所以我讲目睭背后金啦，啥人讲话较实在啦，很重要。对。好，那我们知道朱露姐，你其实选举经验也很丰富嘛，啊，你进前伫北部咧选的时候，他们这届你来台南市参选咱第13选区那你觉得说这中间你可能要去投入这个选举，然后去经营你的选民，这个方面有什么差异吗？哦哟，台北跟迄南部无同款的在北部啊，可以打空战为主啦，这怎么说？宣传呐，就宣传，因为大家都透过电视，跟你实在呀，对不对透过电视都到你个家户去啊。南部人比较热情南部无握到你的手，无看到你的人就倒袂落，有当时讲，有当时啦，无一定是拢安尼啦但是见面3分情啊，所以呢。南部这个陆军很重要啊，对，是陆军很重要，北部空军就可以，北部是空军比较重要，南部是陆军，哇，感情较重要，是吧？啊，但是我这边我要拜托各位观众朋友了，替咱朱姐讲一寡个，朱姐年岁较大，人的脚底有当时走袂赴，搁一个人哟，人别人有翁会使斗行，有囝会使斗去四界去打招呼去播，哎呦，朱姐可怜呐。你给他2只小猫啊！家里只有2只流浪猫啦，所以真的是，所以阿哥来到台南大概较听堂对只要知道说朱姐能做事的、肯做事的、敢做事的，而且讲真话的，去立法院去立法院拼会使替咱拼出一个场面来的，对这个就选选看吧，去看买嘞所以有时候万一有走不到的地方，啊，个时间遐短，对啦，剩3个多月，对，别人遐几啊年、几啊当在遮，啊，阮这4个月要来啊，总在遮行哟，有当时走袂赴，走袂到位，各位拜托我底下拜托各位每个都做朱姐的手脚、嘴耳朵帮忙听，眼睛帮忙看，帮忙讲话，我觉得也是千军万马嘞。对啊，其实现在南部的选民结构也是慢慢的开始改变啊，对，开始改变，他是选人不选党，然后另外就是说，除了你要倾心改阿丘伊娃，他其实像透过我们今天的节目，他看你的渐渐听你怎么讲，他其实也是有可能会投你的，对，也可能啊，所以我说南北的文化差异，透过这样的交流对，它逐渐会降低，对，会逐渐是一样的不是讲你北部人安怎，咱南部人安怎，还是讲你南部人安怎，咱北部人安怎无？台湾就这么小一点点地方，一时啊所在呢，巴掌大的地方还有什么北部、南部，大家都是一样啦，是不是？所以我们慢慢互相融合，大家都互相了解。不，我常常拢讲那个什么冲的，那个从屏东冲到，迄阵咱台北县即嘛新北市做县长做8年呢，是不？屏东呢比台南还要难呢，对不对？屏东呢跑去做8年呢，朱姐还好啦，来这边就拜托大家。对啊，充满了活力，而且这个经验真的是很丰富，而且是受到肯定的啦那朱露姐，你这次在台南有没有什么选举的政见
这件事的这个证件当然细的当然要另外还要再哈，那大的我刚才不是讲吗？这个阳光、空气、水啊，阳光是我们用非常阳光的那种正向的那种态度对来面对，是不是哈？然后空气，我们要不要台湾有一个台南有一个很好的不受污染的，不但是空气不受污染，心灵也不受污染。哇哦，这个讲起来很深呢。对啊，这个很心灵都不深奥受污染呢，不只是说空气吸进去了不受污染，我们心都不受污染，很健康，很正向。水，哎呀，我们要的是干净的水，不是那个淹水的那个水啦。那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呀？对对对，所以是不是这都是会化为我们很具体的。我刚才讲的是教育啊，心灵啊。健康啊，下一代有希望啊，像这个都会列入我们政见，更何况我这教育委员会那么久，是不是？对，没错没错，不一样的选择啊，就看我们怎么样来介绍自己，也让我们台南的市民能够了解。所以这样听起来，其实朱姐你对自己的选情其实很乐观，很有信心。哎，我不敢讲很乐观，但总要充满自信啊！对啊，不要跟我来啊，拍谁？我也输呢，这我还选，那就不用选啊，边算嘛，一定要充满自信，充满信心往前冲。你对自己有信心，人家对你才有信心呐。对，你自己都没信心，把人去插你，好，对不？你自己一定要有自信嘛。啊，公园你会短，我讲无啊，我们心理年龄17岁。对，充满了热情，充满了这个朝气，要这样想啊。对，哇，好棒哦，是不是啊？对我今天真的是让我又重新认识了祝姐。我之前真的是看你问政都觉得哇，真的是我要恰北北，对啊，恰北北小辣椒，但是很会问政啊。我跟人家讲说我是恰到好处，恰到好处，不是挖恰，是恰到好处了。对，但是是真的有认真在问政，对，所以就让人家拍到的画面刚好就是可能做啊，跟他就恰就拍看呀，实在那不是我啦，对不哈？我们是理直气壮啊，所以讲的较大声对，绝对是有在做代志，有在做代志，对，做个认真个拍拼个，啥给不去？青春岁月就这样流失啊！奉献给所有人嘛，所以就凭这点，大家也要要给朱姐鼓舞啊，鼓励加油啦！对对对，拢无计，安尼拢规个拢拼落去。对啊，把一生真的是奉献给大家哇，这真的是很令人敬佩。好，那最后的时间，我想朱姐就跟我们所有的府城乡亲，看你想要赶讲啥物，请你赶你支持。来，我要跟我们台南府城的乡亲给大家报告，台南真的很可爱。所以我选择台南不是青菜劲的啦我们选择台南，虽然大家认为它很困难，但是我不觉得，我觉得台南的乡亲就可爱，很可爱。台南是个好地方，既然是个好地方。我们也是个很不错的人，我们去来好地方，有好的服务，有好的未来，大家到底来拍拼。好，今天非常感谢祝姐到我们节目当中咱市民形象节目后续呢会陆陆续续带大家来认识其他的好酸林。但是我今天访问到祝姐，我觉得她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新选择。那大家可以多多的去了解，做个比较，我们选出最适合我们台南最好的一个立委候选人，一个立委。对，好，谢谢。好，再一次谢谢祝姐，谢谢你。感谢各位观众朋友，谢谢，谢谢。好，市民形象节目底下各一段了，咱再会。